廢噏營火會今日係新聞考古系列，豹貓當老虎，吊手岩夫婦疑見老虎，掉頭跑落山，消防搜索無果。喺2018年3月6日，一對年輕夫婦喺吊手岩行山，報稱見到老虎，但消防員到場係乜都揾唔到嘅。但其實真身係石虎，係貓亞科豹貓屬嘅小型貓科動物，同一般家貓差唔多大細。目前喺東亞、東南亞地區屬於受保護動物。據描述，喺涼亭休息時，喺前方約100米嘅草叢，發現一隻約3尺乘2尺黃色嘅巨型貓科動物。呢隻係老虎，呢隻係石虎，不如擘大眼睇清楚先啦！真係唔明咁都可以搞錯咯。唔止㗎，2015年就有人喺城門河見到水巨蜥當係鱷魚，仲要係2次嘅。喺呢一刻，我發現香港人真係好無知。其實香港呢個彈丸之地，孕育咗超過5000種動植物，有部分更加係香港特有種，例如香港瘰螈、香港蠔、香港曲翅蠅。而最特別嘅係鄭可欣怪眼蠅，係為咗表揚鄭可欣對素未謀面嘅肝衰竭類病人捐出活肝嘅無私精神而命名嘅。下面留言你識幾多香港嘅動物？我哋下個營火會再見，拜。